論30歲、40歲或者50歲，當大家想轉跑道或者創業嘅時候，都會面對唔同嘅問題。今日我唔係同大家講夢想，我係想同大家計風險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係 Still。世界唔公平，我改變唔到，但係每一個選擇要俾咩代價，我一定會同大家講清楚。喺香港，年紀唔止係個數字，仲係籌碼。你越後生，時間就越係你嘅本錢；你越大，穩定就越會變成你嘅需要。所以同一件事，轉工、創業或者轉跑道，喺唔同年紀，意思係完全唔同。我會用我個角度同大家睇清楚呢件事。轉工同創業唔係勇唔勇敢嘅問題，係值唔值得去冒呢個風險。好多人後生嗰陣其實唔係有計劃，係有衝動。大啲之後其實唔係冇勇氣，係開始識得計後果。我會由30歲開始講起，佢哋最大嘅優勢係仲有時間去補鑊。大家最常見到嘅情況係做咗幾年，開始覺得有啲悶，見到人轉工，自己好似又好想試，覺得而家唔搏嘅話，將來可能會後悔。30歲嘅好處係仲可以去試新嘢，可以錯，但係風險係唔夠積蓄或者唔夠底氣。我覺得30歲嘗試去轉工或者試創業完全唔係問題，問題係你有冇留條後路俾自己。而40歲左右，你已經唔係咩都冇，你有經驗又有人脈。最常見嘅情況係開始升極都覺得有限，見人創業好似自己都覺得應該要試下，但係一諗到供樓、屋企就停低咗。40歲嘅好處係判斷成熟，做嘢穩定，但係相對嘅係包袱重、壓力大，可能一做錯一個決定就會傷咗全家。我覺得40歲創業嘅唔係問得唔得，而係問自己頂唔頂到最壞嘅情況出現。50歲後嘅最大嘅資產唔係衝動，係安全感。經常見到嘅情況係大家會開始諗退休、諗健康。好處嘅係個心夠定，見過世面。但係相對嘅體力會有限，機會會少，再錯一次好難翻身。我覺得50歲唔係可唔可以轉，係轉嘅目的唔應該係刺激，係之後嗰10年、20年打後生存得好唔好。另外我想講，打工嘅好處係收入穩定，而且風險低，相對嘅代價係話事權少，升得慢。創業嘅好處係有機會放大，冇上限，亦都有主動權。咁但係代價嘅係收入唔穩定，壓力好大，而且長期要背負住孤獨嗰種感覺。所以問題從來唔係創業好唔好，轉工值唔值，真正嘅問題係你而家呢個年紀仲輸唔輸得起。我唔會同大家講去追夢一定冇錯，我只會同大家講一句比較現實嘅說話。當你諗清楚最壞嘅情況，但係你仲肯行呢條路嘅時候，咁你就唔係亂咁嚟。冇一條路一定係啱，但係一定有一條路係你頂唔順嘅。